要欢迎我们部落的弟弟妹妹，我们欢迎新手舞团。去哪里了？去哪里了？新手舞团了。哇哦，这是我们弟弟妹妹哈，很帅哈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不行，他们都未满18岁啊。你可以10年计划这样，常来台东。好，好，哇，你们在我前面呢，你们比较好。好，因为跟部落的弟弟妹妹，我觉得这几年他们都很认真的在学习文化这样。然后，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有年轻人创作的，我们觉得只要是可以从自己土地长出来的，都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今天唯一有带 dancer 的，应该就是我这个歌手了。好了，欢迎他们的，也可以看他们的舞码，如果你想要学的话，如果你学得起来的话，好，带来这首《我们的约定》。一起打拍手吧！尖叫声！不知在干嘛，来到我上路一样，你这个不服气了，别让我是你梦到的一个好，你出人大方，好了，不要不必说，厉害吧？好，下一首歌。